在拍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刚刚其实有一段差点快哭了，就是在拍大家一起的时候，因为啊，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，其实它原本是马路大做的，就是那个今天的 keyboard 手，然后本来这首的词曲是他的，然后我在还没有做这张专辑之前，我就说希望有一天这张专辑可以出现，不要忘记这首歌，可以收录他的歌。然后后来真的做了这张专辑，我就开始改编了这首歌的时候，把它做成比较史诗版一点点，然后跟苏通达老师一起合。感想如何？好冷哦！虽然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冷，可是还是有一种热，一直发的。但我觉得早上大家真的谢谢亲爱的。但我觉得早上大家好辛苦，而且我有惧高症，请看 VCR。史上最狼狈的记录。曲名我们先把这个补起来。其实我这次服装造型有3套，然后第一套比较飘逸，比较像是仙女，但是早上非常冷。然后这一套的话是我妈妈自己做的改良式的族服。那最后一套呢，就是我自己最重要的，我自己传统的族服，阿美族的传统族服是花莲的。那由妈妈亲自会帮我穿上。那一件衣服也非常特别，因为那是我妈妈当新娘子的时候穿的，所以她就穿下来了。做出来感觉就是我刚刚的那个感受很强烈，就是当大家都一起在后面一起演奏的时候，说不上来，就是我刚记得好激动，虽然忍着不哭，可是眼眶真的很红，就是有很强烈的感受，是真的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忘记。Tablik Nuriar Makapahay Aumar Mafukiay Tukakuto Lalan Aminukay Sama Amaan Menca Kaharatan Upang Cah Kita Upang Cah Kita